力指挥中心来宣布，2月20号开始，除了特定的场所之外，其他的所在开放室内会当免过来挂喙罨咯。讲有袂少的民众挂伫要3年的喙罨，一个解禁会焦虑会烦恼哦，惊面无够水，惊皮肤无够好。心理师来建议讲，爱调整家己的心态哦，找到家己其他的优点。指挥中心宣布，20号开放室内会当免挂喙罨，敢若剩特定场所该挂，啊，民众挂要3年的喙罨解禁，烦恼皮肤和面膜歹看，会得到超环境。开始拿下来的时候就遇到这种，原本的想象中你的样子跟你后来的不一样，所以有一些容貌的一些焦虑的一个情形这样子。面对室内室外开放免挂喙罨的政策，除了心情还会郁出超烦，嘛可能有压力。但是大家拢无挂喙罨，啊，家己煞挂喙罨，啊，你亲像较特别。对这件代志，心理师安尼讲，得完之后，大家好像觉得，其实没有到这么的严重的时候，其实就会渐渐愿意把口罩拿下来。临床心理师就建议调整家己心态，找到家己优点，转移注意力，啊，你心理压力较袂愈来愈大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